學識侍奉，開心服侍蒙大福。學識侍奉，今日我哋一齊傾下侍奉。唔好以為侍奉好遙遠、好艱難咁，其實每一個屬神嘅兒女都可以好輕鬆、好喜樂咁樣參與侍奉，經歷施比受更為有福嘅快樂㗎。咁乜嘢係侍奉呢？簡單嚟講，侍奉就係用神俾我哋嘅恩賜、時間同埋力量去服侍神、服侍人。侍奉唔係做苦工，侍奉唔係教會派俾你嘅沉重任務嚟㗎，而係回應神愛佢嘅一種喜樂行動。侍奉唔只係做大事，唔係淨係講到大師先至叫做侍奉㗎。幫大家沖杯茶，擺張凳，同新朋友笑一笑，幫有需要嘅人祈禱，呢啲全部都係寶貴嘅侍奉嚟㗎。侍奉係管家嘅身份，我哋有嘅生命、時間、才能，全部都係神交俾我哋㗎。侍奉就係要好好咁樣用呢啲嘅資源，成為神忠心又良善嘅管家。好似彼得前書4章10節話，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侍，作神百般恩賜嘅好管家。所以呢，侍奉就係用神俾我哋嘅一切，成為其他人嘅祝福。嗱，就好似咁，好似呢你屋企啲孫仔孫女嚟探你，哇！你係咪好自然就會攞最好嘅生果，整最好嘅嘢食俾佢哋食嘅呢？見到佢哋食得咁滋味、咁開心，你個心就會甜絲絲，好滿足啦。侍奉就係咁啦，就係用神俾你嘅好嘢去祝福人，喺過程同埋結果都會令人哋好開心嘅。咁點解要侍奉呢？點解我哋要侍奉？唔係為咗攞彩或者係積功德，而係為咗以下呢幾個更加好嘅原因啊！第一，學效主耶穌榜樣。主耶穌嚟到世上，唔係受人哋嘅服侍，而係去服侍人，甚至為我哋捨棄去自己嘅生命。我哋跟從主，就自自然然會學習到佢謙卑服侍人嘅樣式啦。好似馬可福音10章45節話，因為人子來，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。第二，表達對神嘅愛同感恩。神為我哋付出咗咁多，侍奉就係我哋用行動同佢講，好多謝你嘅天父，我愛你啊！係一種好自然嘅愛嘅回應。第三，屬靈生命健康成長。侍奉就好似做運動咁，係屬靈運動，操練我哋嘅屬靈肌肉，俾我哋嘅信心、愛心同埋忍耐嘅肌肉越練越強壯，越侍奉就越經歷到神啊，生命就越嚟越成熟同美麗啦。第四，體驗真正嘅喜樂同滿足。世界上最快樂嘅唔係攞到啲乜嘢，而係付出咗啲乜嘢。當你見到因為你嘅小小服侍帶俾人哋嘅笑容同埋幫助，哇！嗰種嘅喜樂同滿足係錢都買唔到㗎。簡單啲嚟講，侍奉就好似做運動，出少少汗，身體反而更健康，更加開心啊！咁樣點樣實踐侍奉呢？或者你會話，我都唔知自己可以做啲咩啊？咁你就唔使驚啦，跟住呢個侍奉三部曲，包你揾到適合你嘅崗位啊！第一步，發現你的恩賜。點樣發現到你自己嘅恩賜呢？嗱，你可以問下你自己啊。神俾咗啲乜嘢特別嘅才能你做嘅時候又會好開心，有呢啲嘅興趣，神俾咗你嘅呢？譬如你好中意同人傾偈嘅，
咁你就可以去關懷下、探訪下人啦。中意整嘢食，哇！教會食愛宴嘅時候，你就可以幫手服侍啦。哇！你嘅手藝好好喎，做啲手工非常之好啊，就可以教下手工班，做下手工班嘅導師。你執嘢好叻噶，好整潔，咁就可以幫忙執拾下個教堂啦、禮堂咁樣咯。如果你唱歌好叻嘅話，可以教下我哋一齊去敬拜神。咁你就可以問下自己，究竟你最叻做啲咩？你又最中意做啲咩？嗰啲就係神俾你嘅才能同埋興趣，可以用嚟服侍人噶啦。咁你問完自己啦，就可以問下其他人。你可以問下你嘅牧師啦、組長或者弟兄姊妹，請佢哋幫下眼，睇下啊喺你嘅身上面有咩嘢優點。有啲咩佢哋覺得好好啊，真係同你一齊做呢啲嘢，你有呢啲嘢對我真係好有幫助啊，咁就可以參與喺嗰啲地方上面啦。當你覺得自己都有興趣，都做得幾好喎，而人哋又或者話你都做得真係好好啊，我好中意你咁樣啊，咁你呢就可以試下啦，唔使等到100% 肯定先至做噶，可以試下參與一啲短期啲嘅、短時間啲嘅、簡單啲嘅侍奉先，喺實踐入邊，喺做下裏邊去發現恩賜噶。第二步，從細同近開始，唔好睇少少嘅事啊。侍奉唔係你要做轟轟烈烈嘅大事，由身邊最小嘅事開始，已經係好寶貴噶啦。譬如我哋早5分鐘返到教會，幫下手執下啲嘢，擺好啲凳。崇拜之後，又主動咁樣同你隔籬嘅新朋友傾下偈，say 聲 hello， 咁佢都好開心噶。平時又可以打下電話，關心一下冇返到教會好耐嘅組員啦。又可以為教會嘅需要祈禱，譬如要建堂啊、傳福音啊，咁可以默默咁樣為佢哋祈禱支持。第三步，靠主力量，歡喜咁做。祈禱交託，侍奉之前同神講：天父啊，天父，我呢個人呢都係軟弱嘅人嚟噶，靠自己就唔係幾得，求你加力量俾我啊，俾我用愛心去服侍。記住，唔係你為神做啲乜嘢，而係你倚靠神去做啊。焦點對準，侍奉唔係為咗得到人嘅稱讚，係為咗得神嘅喜悅。就算冇人見到，天父都見到同埋會紀念㗎。拒絕比較，千萬唔好同人比較。神俾每個人嘅恩賜同崗位都唔一樣噶，你嗰份係獨特而且係重要噶。哥林多前書15章58節咁話，所以我親愛的弟兄們，你們務要堅固，不可搖動，常常竭力，多做主工，因為知道你們的勞苦在主裏面不是徒然的。呢度有啲小貼士，噔噔，量力而為，侍奉係持久戰嚟噶，唔好一開始就去到盡啊！要按住自己嘅精力同時間，揀一樣先，揀咗一樣嚟穩定咁樣參與。團隊侍奉，多啲同其他弟兄姊妹一齊配搭侍奉，可以互相學習，互相扶持，冇咁容易攰噶。享受過程，放鬆啲，侍奉係喜樂嘅旅程，唔係沉重嘅包袱啊！我哋可以享受同神同工、同人同工嘅樂趣啊！總結嚟講，各位老友記，侍奉係我哋每一個基督徒嘅特權同埋榮耀啊！無論你幾多歲，有乜嘢背景，天父都有特別又適合你嘅侍奉等緊你嚟參與噶。從一樣小嘅事開始，體驗侍奉入邊嘅喜樂同祝福啦！